那年这个耶诞节嘛要到啊，真侪人拢会交换礼物，不过就要注意这网络交关诈骗的问题。有诈骗集团是假做消费者骗卖物件的人，讲伊无法度自问，诈骗集团就提供货运的链接，骗卖物件的人点入去，黑量踅到了后，这受害者转8万万出去啊，才发现互骗。警方提前卖货，做好嫌犯骗局，赶紧换所在查缉。被抓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替诈骗集团提钱。惊讲警方会先部署，所以临时换面交的地点，验过也是有警方发现。以投资跨境网络商店名义，利用虚拟货币投资，报案人见有获利，想要提领现金，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认证才能出金，发觉遭到诈骗。诈骗案件真多，互大家心内拢惊惊。有一寡不法组织是派车手来提钱，有的是伫咧线上就把钱汇走，骗被害人的钱。一寡对话讲到被骗的过程，有人要卖物件，伫咧 FB 的卖场卖一寡录影用的充气床，也人卖电脑荧幕，拢是一寡旧货要转卖，赚一寡所费。因故有诈骗集团惊要买，一步一步骗卖人先汇款。会声称，他卖场的他未签署金流服务协议啊，或是托运条款等等，那要求呢，他点选这个假卖家提供的连结网址。一寡惊要买的人讲一大堆，就是一直拢无落单。甲被害人讲，因找货运公司要求伊点连结签托运的条款，就伫这个时阵换假银行客户服务人员来骗，讲若要认证，就要先扣款了会退钱。其中一个卖人4点钟久内转29笔，损失109万；另外一个是转17笔，互伊骗108万。到钱不够的，才发现无啥对。我可能会去翻一下以前的，就是那些信誉积分还是什么的。如果真的 OK， 我就会相信他。我都已经有，其实都有各自都已经交给平台端了，那我还要再给你干嘛？就想就是诈骗啊！假卖物件骗卖人，这种诈骗的手法，伫咧官方的每个通报内面拢是前5名，日有55件，超过412万。怎么圣诞节要到话，佮拄到购物的旺季。伫网络上，任何买卖也是要特别注意，千万唔能互人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